動詞來做聲。東橋以前，老爸人愛講一個故事，佢帶啲做下嘅表哥。嗰一陣咩就會看到其他嘅母子。東橋以前，老爸人愛講一個故事，佢帶啲無糖嘅表哥。阿婆做啲街生意呢。手地街高街，跳後堂的吧？真勁啊，真勁！是女神。來，數錢。2百拉冇，200拉冇。有錢啊！可找。千萬落亞中啊呐！鴉片吼，算起那個家鄉呢。也唔係高雄人。係啊，係高雄台嘅，不過那個新埔係那個算係那個阿爸嘅家鄉。瓜子也都會種。瓜子會。那剛剛一路來安尼，行個吃到老啊食堂，因為沒有你食堂。係。啊，做太陽的有救上衝。係哦。唔過那樹的啊、山的啊，風魔安太得是的。唔過也落寞的。係。窮樣。咁你細細個時陣，敢唔夠問嘅遊戲？因為我啲冇啲亞太嘛。哇！你啲食堂睇啊？啊，細細看講唔知教嘛，沒有做。啊，做這位關土橋的啊。關土橋係乜嘅？那個灌蟋蟀啊，是不是沒玩過？冇。因為來小給一個新的遊戲，說不定我玩過啊。你怎麼知道是新遊戲？新的遊戲哈，一個遊戲啲新埔長遊嘅。嘿，我唔相信。乜嘅好搞？你看。哎呦，你一個係乜嘅？西瓜係冇？吃的啦，摸啊，男人摸你啦。啊，一個咧？啊，吃的不用都要選瓜子。哦，唔係吧？一款要有一點像石頭，不過應該老幾有相關。吃的贏啦，一個係啦，就係，好容易猜中啊，好沒有成就感。同會團。哦，一個吃的，一個好遊戲係安尼搞嘅，然後你講。嚇，係一隻遊戲。嘿，冇錯。先沙丁吧，安尼。係沙丁過來。沙來安尼哦，看我。好。嘿。你按殺輸咯。哎。哦，過來。沙落去安尼哦。嘿，哈！看你有做定。哦。沙都幾多做錯誒？好。你看個片。啊，過一擺。我第一擺吃稿沒？吃稿啊，真實的喲。好，來，沒有試玩3次而已。冇時間啦。還有動作嘅發通。好，Go。排誰？為什麼？一個新埔人就按呢，新埔人協議裡是不是？是，有在協議裡的遊戲。好啦，按呢，先按呢。啊，因為有老鴉片嘅調價有注文，動作嘅發通。鼓手先按呢。鴉片調價想煮。有動作。汝南堂。信州。OK。啊，你做冇搞係冇？嚇？等下你做搞。做得。你等下就轉來。Let's go。請調價。好。呢？那是買冇錢哦，先儂。調哪？真嘅冇錢，衝唔到，冇按過。啊，調哪？聲音，不會衝動。只有我有這個困擾。太傷了，只有我這個困擾，你才會撞到。哎呦，啊！
哇，三哥，哎，你好，歡迎來到九九夫。來聽嘅乜嘅發通？哎，你好，那個摘線炸啊。摘線炸啊。哎，線炸你是看過嗎？唔是。冇呢。不是啦。啊，跟廟會夜市同啲嘅嗰種。湯富路誒。哦。有食過冇看過？梁欣。這個高度很不友善。還有欣，我們已經摘完了是不是？嘿，你還要炸，還往上一撥。往上還有。嘿，往上一撥就下來了。哎呀，這都做得炸。做得。你要睇細轉的，唔好卡太嘅。嘿，你要熟嘞。哦。金黃色，金黃色。熟嘅，熟了。嗯。哎，試看呢哈，試看呢哈。安尼，180做得好。做得。那邊180公分，你們衝過去。這麼容易嗎？對啊。新竹楓很有名，曬鮮榨乾的時候用的，所以說我們果樹就矮化，哎，它好長，它防偏啦，唔會本風吹下來。你店住，哎，也全部是做的炸黑嗎？我沒有那個困擾，你看。對啊，所以我說你很 OK。什麼啊？哎，還是炸過來。Easy。還有學過啊，因為蠻炸。學過啊，因為蠻炸。台啊。台嘅嘛，係嘛？台嘅，我。你以前較過年來做。你睇細個哦，我用公雞啊，用公雞嘅嘛。係啦，用飛炸啊。有冇個飼料嘅係嘛？你要隻凹槽，係幾根泥條嗬，泥條卡落去，按拉下去，因為快哦，你看哦，係。點樣按拱呢？我要看。還有煙，哎呦，要攞賬目吧？對呀，你開始偷別人的這個啦。來，按炸下來，是不用過來。不用壓，你要把這個填滿。這個，來，你就用長一點的，可以採更高的。在哪裡啊？我看不到鮮渣。你調個角度一下。我那個見光，哎，有了。往外拉。進來了。啊，好厲害！成功了。我一直被，太高的了。很不友善哎！你太傻了，你可以用這邊就不會有太陽。這個樹枝等一下要整理。哦。哎，採完之後那個樹枝要稍微整理過。啊。你有沒有嫌這有沒有？沒有，我們刻意矮化。刻意矮化。要很謙卑。啊。哎，進到果園要很謙卑一點。謙卑再謙卑。對不起，我高傲。哎，要可以這麼幹做的，這個可以嗎？來，什麼？哎，往外拉。哎，它有個角度啊。哎，下來了。進到袋子裡面了。那我可以一次採很多個嗎？可以啊。你要換這個角度，然後一次3個套進去哦。 3個，好，我來。我就看你會不會。看着你。3個太難了吧？我看着你。 3個我找不到它的汁哎。 3個都要一起進去。 3個都要進去。進來。才不會掉下來。沒有。它不是聲控的啦。可以。有啦。它卡到另外一隻了。你往後退，它有角度。哎，可以哦，一個來。先一個啦。很想稱讚你，但我說不出口。很棒哦，你找到1顆了，還有2顆。好的套起來，另外一個是過熟的。那個就不要了。你按到。哎呀，媽嘅，要先頭，係嘛？望望。等下，也應該做唔得食吧？可以去 YouTube。係啊。你看到要上那個藥用植物。很黑呢。藥用植物。藥用的。要用什麼植物？但是做藥用。它是園藝插花的高級花材。法斗奶，那有法呢？五爪 Q 啦。哦，五爪。茄。茄科的。給它按下熟的。這個已經很熟了。那要給我。像那個黃黃的是成熟了。哦。給五太的就會跳。你看呀，還沒有完全轉黃，然後這個顏色比較可愛。它這個園藝插花哦，你放在那個花瓶上面哦，可以擺很久。擺很久？對，1-2個月都沒問題。就插一個這個。對啊，像這個。哦。這個已經過熟了。沒炸來食咧，要做唔得食。沒做唔得食。我做唔得食。暗時中。三哥，一個做唔得炸啊，還有。其他乜嘅人哋做嚟做嘅嘛？還有乜做食咧？特先介紹睇啲五爪 Q 哦，喊嚟介特先現炸摘睇嚟哦。
哦，該秀薯吧，秀薯吧，嘿，該照它的薯吧，看應該修枝，嘿，讓它樹形很漂亮。你帶我們去。我們來到園藝景觀公司。會不會很辛苦？很辛苦的話，我不要做。你要自然做哎。樹枝都可以修剪哦。哎，剛剛插到我的頭的都可以剪掉。乾枯掉的樹枝修剪，哦，這樣子剪掉，哎，就把它集中在一起。乾枯掉的，我的樹枝乾枯掉的，他們好像都很乾枯哎。不要這樣說他们。你要看它有一些是掉葉子的，跟乾枯掉的要分辨哦。這種是乾枯的吧？這種。對。好，給你剪。你怎麼知道？你怎麼知道？哎，先不要侮辱我一個鄉下小孩。來咯。你左手抓着呀。左手。哎，有食飯冇？有食飯冇？哎，下來了。哦，原來不是剪下來的，是凹下來的。對，原來是這樣哎。表現一下。開工啊，吃肉呀。我們今天全部剪完才能回家哦。啊？我們不是在觀光的嗎？南澳伊搭田哦，南澳伊要冇窮用的地方哎嘛。食農教育地方農事體驗呢，要知道怎麼種哦，才知道怎麼吃。怎麼吃？我們先採地瓜葉，要給地瓜葉，番薯秧，番薯秧沒很多個品種哦。哎，我看一下。哎，阿姨呢？這個剪嫩葉。嫩葉，要怎麼樣看它是嫩葉啊？這個哦，真的很嫩哎，這個很嫩啊。哎，這邊呢，你看它的。哎，那個番薯芽，嫩呢，它好吃的。你葉子把它採下來，然後你要逛啊，就是可以再去種地瓜葉。哎，做的，哎，那不用要軟葉。三公來問你哦，一般的地瓜可以種出地瓜葉嗎？可以。可是可以吃嗎？也可以吃，嫩的都可以吃。它不是不同種嗎？但是這個專門吃葉子的，很好吃，很軟。哦。哎，可以煮到比較軟爛。那它的裡面真的有地瓜嗎？地瓜在泥土裡面。那是可以吃的嗎？可以。但好吃嗎？哎，不要追問。也不錯吃。郭大哥。它有口感不一樣啊。哦，口感不一樣。哦。對，有的比較鬆。哎，比如說。因為有條位你講地瓜長不出地瓜葉啊，然後地瓜葉吃不到地瓜啊。這個是。一般的認知啊，專業的農民哦，我們是一般的，我們就一般，對啊，我們知道說哪一種最好吃啊，了解，哎，採嫩的，嫩的，像這個嫩的，你也可以有洞的可以嗎？哎，我們自然農法那有洞的是正常，蔥顏色嘞？哎，這個比較嫩，這個比較嫩，你看它顏色比較淺。來了。摸總團在嘍，三哥。哎呀，好重好重！哎，我覺得你的也有拉花。有。你看，來看左邊。好，來給你表演一下，胖夫入位哦。叫賣，一支200，一支200。200。要有拉花誒，350。動吃來做事。哈，啥兒做嘛？哎，現炸好嘞。炸好嘞。現炸乾。我用白做嘞。現炸變做現炸。來講現炸芒西乾，來煮現西乾。日頭凍台哦。哎呦，現炸乾。新做嘅日頭。要繼續乾。哎，你要洗好啊！要洗好做好嘅啊！係啊，洗好是做的。冇啦，做的。講笑嘿。煮茶。要做天生嘛？煮嘅。蔥做的嘛？火鍋，鮮炸雞火鍋。哦，火鍋沒做的。鮮炸蓋火鍋。火鍋會凍到延伸咧。係啊，叫佢吸油啊。你做什麼？肉油好較熟。冇米呢。肉會比較快熟誒。哎，對，很養生健康誒。要做大強生嘛？你做什麼？我細用煮的啦，直接下來有另外一種蜜過的鮮炸片。要煮過。哎，我想說幹嘛？三哥為什麼幫我煮？
我說煮味，你知道煮味嘞？要 OK， 要料理，要料理要煮過，哎，或者是不要心急，不要心急。要叫的怎麼變？係啊，我教下教你用慢先，用慢先變到安。你要會先剪泥頭，你看到泥頭，第一條 OK。哎，泥頭剪太低，哎，剪梨子的頭，哎，地頭，泥頭，哎，我開來，對半入後，對半。哎，過來了，轉嘞，並且沒有什麼難度嘛。對，沒有什麼難度。哎，蔥令果可用，跟切蘋果一樣，搞不沒有難度的事情。它切的越薄就越容易曬。來，切完之後，然後就把它鋪到這邊曬乾。我們中間壓石頭是因為新竹的風，用它耶，用它嘞。不要拿走。哎，這就是利用九降風啊，九港風。這樣子要曬多久？曬5到7天。就會變這樣嗎？就會變呢？啊，這麼厲害？這樣嗎？曬5到7天。要漏一天啊，漏一天。漏一天，曬休息了哦。哎呦，你的手沒有收起來。安尼啊。三哥，我這樣噴嘛？不會啦，啊，較噴掉誒。你看，那你咁做的？做的。啊，我試試看。我來鋪，自己切的自己鋪。切薑片會不會太薄？有冇這樣烹嘛？做的。三哥，要跟鮮渣啊，昨天你跟他講可以泡茶，可以煮湯，和做的做乜嘅料理？鮮渣吼，鮮果做的煮來些，做糖葫蘆。哦，糖葫蘆，那好生啊，都好生糖葫蘆，還有乜嘅？和洗皂了哈，它可以保存原料，因為它產季大概7月份開始，一直到10月，這個時間是鮮果的產季哈，該跟洗魚了是讓該原料保存起來，做鮮渣冰淇淋，哦，還可以做冰淇淋，手工冰棒，喜歡，手工冰棒，等下吃得懂嗎？幹嘛有？冰淇淋吃得懂，認真，散忙啊！你看有認真切咯，等下切得懂的喂。好啊，你這先聽完交代。做得去油解膩，去油解膩。是啊，按切喂，去油就交給我。對。你要多切幾顆嗎？我再幫你擠。總算坐下來，總算叫我團體咧。總算做得來食東西，不過一個係神仙茶。神仙茶。傳說中的神仙茶嗎？洛神加鮮渣。因為鳳洛神鳳誒咩？鮮渣因為鳳誒，不是兩用鳳誒加強啊。很搭配，很搭配。好像少女喝的茶哦。下午茶時間。哦，下午茶。也是某種醬呢。對呀。而且是可以，就是透透的。有鮮渣味。是洛神味還是鮮渣味，還是都有？有點複雜。嘿，都有。有。好喝哎，酸酸甜甜的。鮮渣加洛神，在地的，從產地直接就到餐桌來了。是一個很解膩的茶種。三哥，你那個周家莊觀光農場已經做幾久嘞？俺那上是8歲開始做。從小就開始哦。從小哦。以前我們放學回來都要幫忙，就是你今天做的事情，我們幾乎都有做過。啊。那我們他就會把痛苦轉嫁到我們。已經是農9代了。哦，9代。對，來到這裡算第6代。哦，第6代。其實我們都有世系啊，我們周家莊的故事啊，我們的故事很長，源於周朝。沒關係，從那個太長了，有一點太長。我們稍微以國為系。我們先從你這一代開始。好，從這一代開始。從你出生開始就。對，嚇到呢。對。我怕冰淇淋會融化，抱歉。所以我們從這一代哈，因為我父母像剛果樹，就是我父親那一代種的那個鮮渣，早期是椪柑嘛，椪柑。因為產業慢慢的沒落，就是因為有一種黃龍病，那後來就轉成新埔的水梨。我父親一直研究開發，就是種新埔的水梨。三哥那個喝完的呢？慢慢的。有沒有別的？還有鮮渣冰淇淋。鮮渣冰淇淋。對。好吧，來了，
鮮榨冰淇淋來了，哇，好漂亮！沒有在騙的，真的是冰淇淋，謝謝。哎，這個鮮榨做的冰淇淋，哇，捨不得吃哎，它的顏色很漂亮。我已經挖了，那我挖你的，我這個留着。留去哪裡？就跟爸爸媽媽那個令狗唔攀的神，你都還要不要拜天蘭天？怎樣？快吃！等一下。多陌生哎，很濃郁哎，很濃郁，很快樂的心情來享受美食。真的很好吃呢。謝謝你的回饋，謝謝。哎，很濃哎，很濃哎。它有加了藍莓嗎？還是那個有鮮榨加藍莓加洛神，當然有一些牛奶。牛奶，它那個味道就是真的很好吃哎，又酸酸，而且然後又有鮮榨的香味。它裡面看到果粒哦。蓋亞蓋冰淇淋現在只能在這邊吃得到嗎？只有這裡吃得到，沒有想要在外面賣嗎？哦，宅配也可以。對，現在很方便。這裡有空房嗎？我們跟黑貓你要住在這裡是？哦，可以打工換宿，包含國際志工都來到這邊哇。那交大的有一個社團，他們馬來西亞來國際志工來到這邊，打工換宿，小朋友校外教學，而且這邊又是環境跟食農教育，我們社區都走得很前面。好吃了，那你們慢慢吃，我就要準備去做糖葫蘆了，準備糖葫蘆的材料。我們等一下也是要做這個，對。該不會有那個布袋戲之類的？為什麼說嘛？因為以前都是廟會的時候才買到糖葫蘆。哎，真的不的，新埔有這樣子的一個產品呢。因為它CCS 也對新埔跟英雄就會兩個，一個就會鴉片的人都相反。嘿嘿，呀。這裡不是姓周？對啊，天就會，因為來到新埔嘛，都會來把視察來到亞，來到亞以後咧，他就會講下，他就會講客語。如果你去高雄，他不會講。唔會講啊，你兩日就全部講客話。嗰種人就知道亞個有點要唱國語一點嘛。你知道，跨了那個線之後，係啊，然後有些熊熊因為有專門有也是自動轉換客語頻道。係啊，那有到哪一個邊界你會開始？大概有那個牌子是歡迎光臨蒞臨苗栗縣。不是啊，不是啊。是賺到差不多賺到不卡安尼，抽查的就會賺共學安尼，自然而然的，然後內建式的，那做熊也罷的嘛，因為你都高雄生態時間，可能要冇人做老幾個，不過你個賺到葉片，你看萬奈林賽都大嘴股全部都往下發，來嘞，喂，三個糖葫蘆，來。就是感覺很多3個耶，哪個那個東西？他那個手上的那個用糖葫蘆的糖葫蘆哦，還有家人專門鮮榨湯，專門用起來平呀。哦，也係嘅，溫鮮榨嘅，溫鮮榨嘅，溫鮮榨糖漿嘅嘛，也係糖漿嘛，糖漿啊，糖漿，乜嘅桶，什麼糖？變砂湯係。我買紅色的，做買椰黃色的。係啊。哦，你要不要加色素啊？都是原味，原汁原味，天然的。對，天然。色素不要加了。用白來做呢，用白來做呢。迫不及待。有現串鮮榨。要怎麼串？好嘞，要串來細節。按你懂的告訴我呀。那就三張去串啊哈。3顆一串。水蛇加也可以去串。哦，水蛇加。哦。按做咧，先只好重半呢啦，重半呢。按水每隻個做個磨出來哈，磨當出來。按磨動豆。最好是屁股朝外啊。屁股朝外。比較好，比較好蘸啊。我按一記好嘞。一記好啦嘅。好。拜拜。還有兩記。會使一記。去家用啦。好啦。多少硬哦？需要一點力耶。我拿到2顆小顆的，好不划算。最後一顆大的，屁股朝外。哎呀！好，地頭朝內。不要穿出來。按你算。可以，走的。按你走的。
哎，蓋一下。你看又全部按台念了。我觉得這樣比較可愛。你有點太色嘍，按色。哎，怎麼好像一樣？因為你3個，你沒有所謂大中小，你就是大。好，那就大。OK， 小心。按你做的，好，按你撒點呢？撒了，我要為自己負責。哦，不要被海嘛，放下去，冰鎮一下。過來，按你就做的，做的，不用電子。給幾黑牙給哦，給幾黑牙。哎，還有造型了，好奇怪。那個是拉花。好，來哦。摸總團在嘍，3哥。哎，好重。哎，我覺得你的也有拉花。有。那個，還做的。哦，撒點船嘿，撒點本嘿。我現在有心得了。誰啊？嘿。哦。好噴哦！換你，好，一人一隻。可以了。走對了。唐太狗會想着速度太慢，就是唐太狗想着走對了，悶的，嗨，潛台詞。還有一句哦。三哥加油，三哥父母差嘞。你上旁邊。手個邊頂下。哦，拍誰？也要過切台了。關掉。哦。這個好像很好吃。挺緊張的，這個要給發通真緊。也不用人會硬黑嘛。不會啊。哦。你要來體驗嗎？你也要來體驗嗎？來，還有2串，出去賣確定？還有2串，這賣得到錢嗎？賣得到錢，一隻100塊。來，我來插。你來插，好插。你不要撞到我那一根。也可以插在裡面一點，要再插近一點，不然會掉。對。按呢？好，來，插進，深一點。深一點。好，來給你表演一下，胖葫蘆味哦，叫賣，一支200，也有拉花誒，350。你挑，你先挑。我要拉花。好來。我要給。耶。聲音啊！我的剛才是什麼？這個嗎？對。好像是，我是3個都很像的嘛。你的好像那個天線寶寶的天線。3個都一樣。乾杯。你做的，伊迄面還要電解一下。嘿啊，好像還忙安剛，走對了，忙安高用的沒？哎，可以的。有啦，裝牙齒會有聲音。硬哦。還你都動卡細粒掉。嘿呀，有點太大。我覺得好像哪裡？太粒了，就貴哦。我看你吃好像蠻好。我沒有吃過牙齒的，冇買安台一粒的，全部卡細粒的。一粒一盒。哎，看品目前只吃到糖。對啊。我吃糖葫蘆哎。這個很好吃哎。好吃。當好吃。哎。因為那個這個糖超硬的，鮮渣有煮過。對。不錯，裡面有點鹹的。對。有鹽巴嘛？有。對。老要給桶。加掉湯，加掉醬。加油。不用太長。小心牙齒。哇。juicy哦。好吃，對不對？好硬哦。甜酸，當好吃的。要不用變香，不用嗰個較好食嘛。當咩？蠶豆。料子當獨好食的。它應該凍較細粒唄。係。要凍細粒唄。唔過濃甜咧，你突然又酸甜。難怪小朋友都超喜歡。就是全部甜的，冇鹹的好食。哎，鹹的，上的鹹的，什麼？等下你煮。等下還有那位在挑戰。我跟你懂我。給你用撒給，吃完我們就去做這件事情。認真吃。我很認真，我超認真。因為在揀人都留嘅辛苦噶，而且睇從頭買料木這邊放，但係放到水度。哎，有道理啊。係啊，用水啊，係啊。我係轉去也心叫到講，媽媽，你講那個當有道理啊，真係切的冇料木針咧。係啊，也沒什麼意講，你用骨舌被打老。係啊，就是全身都濕透透。講真嘅啊，剛切這道條哪不用到水度？這個笑話是我講了200遍，你是第一個不笑的人。
動次動次，快做事。好，因為今日你有去體驗選擇嘛，就是摘啊、摘選擇啊，還有篩選擇呢。故說今日上來做個料理，就係選擇另一個老伯的給頭。哦，該有的都有，清楚明白，錯嗎？各位跟他甜沒三多。係啊，然後是得會鹹的，是得會。而且肉食性，我就是想要吃點肉。你想吃肉？你很愛拿你還要拍誰？好，讓我有一點工作做。你現在要煮嗎？像我一個刀子，一個刀子，一個刀來搶用。好恐怖，這樣啊！沙律，先切太蟲條。太蟲條，咚，可以給我一點難一點的嗎？看難。你做得講一個燒法，有關太蟲條嘅，有關太蟲條嘅燒法。唔啲太蟲條我用嚟切，這樣唔會流木症。唔啲咧，超難咧。以為在揀用都老家先調講，而且太蟲條。好完整的故事。OK， 繼續。唔可以流木症嘅飯，唔可以留蟲條，唔可以放到水度。有道理啊。係啊，用水啊，係啊。我會再去嘅先調都來講，媽媽，你講嗰個當有道理啊，真係切嘞冇流木症嘞。係啊。也沒什麼問題講，你用鬼蛇被打老。係啊。就是全身都濕透透。用真嘅，給他切這道條哪不用到水度。這個笑話是我講了200遍，你是第一個不笑的人。有點挫折。是你平常會煮，就是主食就對了。不會呢，那個老配呢，哈，差不多應該一半就好了。所以你剛才沒吃老配，你剛才吃懂好吃，好，那就先一半。因為老配呢，那我不喜歡吃也是一半。嘿，因為老配呢，你尊重我的意願。因為它熟比較慢，所以呢，我們要切的薄一點，越薄越好。哎呦，這樣0.2是不是？越薄它就會比較能夠快速的熟透。要切安尼一塊，冇切一塊一塊的呀。那麼高，因為我喜歡這樣的口感。那我喜歡一塊一塊的。你要多大塊？大概這個是1/4差不多。好，我等下幫你留一片。你人真的很好，但是這樣可能要煮很久哦。就那一塊煮很久。你帶回台北煮。好嘞，都切好了，我用那個來炒下去。鍋子都還沒熱，這感覺嗎？這裡的風太大了。行走，你個行走嘅風啊，就安尼，太從頭，差不多嘞，都得不用，差不多變色之後變軟哦，變軟一點。哇，這是有學問的啦。然後這是叫肉啊，一見又有些通過的嘛，什麼啊呢？董兄做的是內容哎，冇，這只是汆燙。你看裡面還有血水啊，一定是我太餓了。然後再讓它這個炒一下，我以為一直講話，炒一下。嗨，有人在嗎？炒一下。我覺得你蓋子好像可以蓋起來。哦，好，那就沒有人擋風嘍，你只能折翼。你用身體啊，用一個身體。那你說哎，你用炒，剛剛講煮湯嘛？對啊，還沒炒乜個料理，很窮塞米西嘛。我要站回來嘍，我覺得那裡有點熱。因為我這個時間差不多5、6年級啊，5、6年級的時間。哇，2、3年前。不卡黑，對，2、3年前差不多。我現在大概高2嘛，那就是該用時我不卡有開一個小吃店。你要不要開過？有。然後那個時候有賣很多，它是複合式。你是大廚之女哎。也不算大廚啦，就是一個小吃店這樣。啊。然後呢，有賣很多的，比如說主要賣豆花。啊，小吃店賣豆花。然後也有賣冰，但是也有賣鍋燒麵啊，什麼鮭魚蛋炒飯。我越聽越複雜。複合式的，複合式的，嘿。嘿。你講來英雄總成黑就會鮭魚蛋炒飯，你有試過嗎？炒飯然後是鮭魚的。
其實有懂得嘅地方都有該賣。你說小時候嘛，我長大有吃過，小時候可能沒有。因為散檔紅，他漢的是都5他是有。現在啦，現在你有吃過？他也有，唔講老卵哦，有啦。有試過好食嘅咁有？冇煮本來生還是唔點樣哎，就好食。讓他沒吃唔到嘞，就我也吃不到那個味道。阿媽已經煮了呢。我媽，但她再也不煮了。你那個故事前面我差點要落淚，對，有點乾，因為我媽只是覺得很麻煩，因為鮭魚要先煮熟，然後還要把它弄成碎碎的，再把它，然後還要再鮭魚罐，有鮭魚罐頭這種東西。沒呢，那是鮪魚吧？給你煮啊，媽媽吃都麻煩，你就屬於料會裝好了，沒好了，你就會現煮的吧？對啊，我需要幫他備料。不過因為後來你就他是有去煮，所以我就也沒有再吃到了。而且因為那個時候是要賣客人嘛。就會用他豆嘅料啊，就他澎湃下呢。我係吃到嘅件啊，沒差唔多。差唔多呀。做嚟邊水兩罐拉冇。可以哈。再一罐係嘛？我點咩倒水來嘛？就是泡得到。對。點咩倒水了？對啊，就是每一塊肉都在水裡面。那你做得嘞？啊，你就存多一些，沒莫大鬆。好。哦。撒下嚟，不用你嘅料，乜嘅料？要切好嘅全部落係嘛？種落。先放蘋果。先放蘋果，這個我先放這，不然等下飛走哈。你應該吃到另一個老鮮渣，很橫。誰覺得？我。你甚至在來之前都還不知道鮮渣是什麼，你現在跟我說這個？我有查資料啊。哦，有做功課啦。要給全部都不用。丟起來嘛，然後來，不錯不錯哦。哎，辣菜，免給它切通泡的啦，就跟一塊布一樣。水米就不用你給煮夠，慢一點。鮮渣，來吃到應該這樣子1把就夠了。哎，來就來，中落啦，冇得玩實體了。行啊你，中落啦，行啊你，行啊你。底下3個看到我講。你菜用到一系列聽呢。好，不用放出去。可以減起來嗎？哦。你講我煮幾久誒？差不多，因為俺們的那個火差不多，你不卡低度20分鐘。哦，50分20分鐘，你要火可能較久。好，來。你這邊分。好，做得嘞。好，歡迎嘞。還記得，還記用時。那給用時董瓊，我決定要覺得你很難相處，覺得你很有距離。那你幹嘛來搭訕我？說話的藝術，覺得你很有距離這樣。媽，你給講，你記得老媽你打嘴鼓講的客家兩件事。對啊，我就燃起我的客家雷達，想說我要去秀一下。你就來，然後有機會，對啊，難得有機會讓我講發呀。懂吃，快做事。大家有冇愛？大展廚藝。好，今日我做的料理，我都來搶講。批蛋卵、漢卵、番薯葉、炒芎哈，炒熟就做得食嘞。你不剛剛你有炸也給嘛？係啊，冇大鬆。早上也是勤勞工作，冇錯啊，你用嘅。你看一邊講一邊通做哈，我會的不多，就是第一步你做乜嘅？哎，好，差不多呢。好，冇事跳你。插來嘞，請幫我把它們攪碎。用乜來攪碎？你就拿一隻碗一樣卵，過來拿調羹細記嘅調羹嘅，一粒鹹卵，2粒皮蛋卵。批蛋卵2粒，好，各位調羹陣，嘟，攪碎，整到綿啊，綿哈，好，這個蒜頭。你平常時地方開有這個煮東西嗎？絕對是沒有的啦。你的擅長料理是什麼？我擅長料理是負責吃哦，然後我會做一些關於我的創意料理。創意料理，簡稱清創料理。清創料理，有嗎？給，共寬吶。我煮個玉米濃湯啊！玉米濃湯有點厲害呢。蒸蛋啊，蒸蛋也很厲害啊。只是漂亮。
哦，味道不太好這樣。有做但沒成功啊你。壓酸條差不多6點啦，6大順。OK。嘿，然後我媽每次都這樣。你幹嘛？你在打蟑螂啊？你離那麼遠幹嘛？哎，你没用安眠哦，我輕敲就好，大家才吃得到蒜頭。壓酸條哈，豬先不用介意。也很愛，這是我們認識來第一次看我主持吧？嘿啊，我們什麼時候認識？劇組來第度啊，劇組第度沒？都劇組第度，嘿啦，還記得，還給勇士董聰。我決定要。覺得你很難相處覺得你很有距離。那你幹嘛來搭訕我？說話的藝術。覺得你很有距離這樣子。媽，唔記講。我唔記得老妹已打嘴鼓，講到客家214。嘿啊，我就燃起我的客家雷達，想說我要去秀一下。你就來。然後有機會，對啊，難得有機會讓我講發呀。唔記得是開始錄節目的時間。有時都1、3樣乖乖萌。不會呢，每次都懂後呢，節目上啦。但平常就還好。什麼意思？因為做節目需要效果啊，需要做一些效果，需要一些反應啊。這是稱讚嗎？對啊。不過平常時就太多。然後講，然後蒜頭都挺多的，因為它沒有鹹蛋香，只有蒜頭香。我現在已經開始在轉行中了，從我們的那個廚師啊。好哦。哎，這個我第一次轉廚師就失敗，真的還沒有炒。我下次會轉那個研發鍋爐的。它看起來有香啦。我先滷一下皮蛋，唔怕啦，煮熟煮好的啦。我沒代表講有熟好熟煮好的。按上香咯，客家要上出來哦，沒有你客家用舔一舔，再舔一舔。我還真的是會哦。節目上比較那個，我就先不舔。我跟你說，帶回家舔。我媽還會有一個機制。按做的，超級。還有呀，碗裡呀。中午的呀，番薯也蠻好，一堆就差不多。沒有，嘿，沒有動作。假翻下去哦。好，下。嘿。真是太安靜了吧？但我現在要下一點。你需要什麼幫忙？沒有，我忙我的，你忙你的，各自發展，各自精彩。鹽巴你 OK 嗎？我很會調味，需要幫忙嗎？等下要吃的時候再來。好，你調得太鹹，我就沒有辦法救到你了。胡椒粉，哎，醬油膏最後再下一點點。其實應該好像要用熱水，大廚有交代。好，那怎麼辦？現在怎麼辦？而且給米來了。哦，你要補啊，沒有補啊，啊，差不多。明天3分鐘，有醫生沒有？明天也太久了吧？你批到嗎？有，默默的有那個番薯香哦。哎呦，哇，看似不是很妙哎。不會啦，你看，地瓜葉湯。壓碎，啊第要收汁，不過先調味吃塊。好，你先調味。然後講，你需要我幫你試味道嗎？啊，你先調，然後再幫你試味道。那沒代表講，我們給我用來調味，就講，哎呀，青菜肉、青菜色。哦，你決定就好。我們會一起吃哦，你不要忘記。你是不是很緊張？不會啊，然後一直流汗。會。因為油膏有一點甜味。好。剛是要tell you， 等下唔拉鹹章來。我覺得好像有點好吃。有香。你看琪琪的番薯葉不錯呢。給它給逛好，做安呢。我先試吃一點味道，好，但我覺得葉子要再燜一下下。嘿，哦，6的挺鹹的，還可以嗎？唔會呢，還是都 OK 呢。黑嗎？黑啊，你黑它感應哦。黑啊，哦，哪黑它感應？你懷疑呀？還是都 OK 呢。黑啊，只是有點太水。太水了，收汁。好，你收。那我現在來調味我的。好，我壓給。你的那個蘿蔔嘞，切安泡誒，一下煮薄厚誒，就是很透啊。對啊，因為它就是一定要。哦，這什麼意思？你可以。這是吃冰淇淋的，我又想吃冰淇淋。哦，好像可以再鹹一點。
我覺得很剛好呢。難不成我不是客家人了嗎？你已經失去了那個了嗎？好，我覺得很有蘋果的甜味，有還有鮮渣，有調羹很多怎麼用的？我喜歡用手啊。你確定下個人？你有問過下個人的意願？你這樣子，我把你拿遠一點，避免人家再用它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我媽都會教我說，你看那切的團哈最有肉就是那個刀鍋鏟。所以你還是有學到一些嘛？可以啦，可以關火了吧？完成。好香哦！喝湯，先吃難吃的還是先吃好吃？先喝湯。好，先喝湯，好，先喝湯。這個湯我剛剛金批杜氏東藥。很好喝吧？溫土嘟嘟吼。溫土，不燙，吃寬的呀，落配嘞，落配嘞。我先要吃些呀鮮渣，加落去煮過米絲。老迄西枣的有冇給抹香哦？好吃。它整個很透，不同口感的，軟軟的綿綿，不過還是懂香。不過它的精華應該都在湯裡面。蘿蔔也好吃哦，湯也好喝。我吃吃看雞肉，沿用湯那個沿用的部位和鮮過的，我會這種。雞肉也很好吃。這個風我覺得吃什麼都好吃。雞肉也剛剛好我就說我很會煮嘛。那我要吃這個了，吃寬你的番薯鴨，我要配飯。你是不是夾有點小口啊？我有要夾這個，我要夾鹹蛋，酣亂，酣亂，鹹蛋好好吃哦，皮蛋也好好吃哦。好，吃寬呢。怎麼樣？做的哦，做的啦。不過葉子好像有一點軟你試試看。還是你喜歡吃這種軟？我喜歡吃軟，我吃軟不吃硬。你試試看。喂，可以啊。做的啦。就是這個菜有點軟。我喜歡。你喜歡這種不用咬的？我以後做準備。老人友善。那給模樣不營業，你吃的那種吧。我覺得勞動後的那個料理特別好吃。真的，我現在好餓哦。你是我眼裡有些摘鮮渣，摘鮮渣，還有看那個五爪茄，那個真的很特別，我沒看過。還有這個這個地瓜葉自己採的嘛，還有那個鮮渣冰淇淋好吃，不過糖葫蘆有點驚豔。有沒有吃給糖葫蘆當過癮？嘿，因為長自然的都是來自自然，而且很齊呢，就是很新鮮。神夢來，謝謝你不棄嫌啦，每次都這樣子照顧我。也謝謝你，也謝謝你。那我們用這個湯來乾杯一下，我應該祝福。嗨，香港。希望你的廚藝可以再更加進步。我會加油，加油。這樣子。哇，咁樣希望都會盡到一股強含青島含卡多留一個主體連接嘅呢個方式。種件上來，上來學六強，留喺六強學轉來。我是。沒有啊，我是酣亂，皮蛋亂，樂觀番薯鴨。等下搶3個講，開班授課。好，好食，好食。
期待嘅無準。東橋以前，老爸人愛講一則故事，期待的同學嘅別個，我記得老爸人講，老爸物語語りよ。